3D 特效电影《艾丽塔：战斗天使》昨天初一抢先北美上映，首日全台票房就高达2880万元，超越《阿凡达》和去年贺岁档的《黑豹》开片纪录。另外，大陆贺岁档黄渤及沈腾主演的《疯狂的外星人》夺下冠军，成龙和周星驰执导的新片反而踢到铁板。售票员中间的话都剩前4排优售票窗口满满都是人，常常排队人龙延伸到门外。大年，许多民众选择来到影城看电影，不是艾丽塔就是驯龙高手3。影城荧幕上，艾丽塔前几场都已经呈现黄字或红字。大年初一才上映，首日全台冲上2880万票房，超越《阿凡达》和《黑豹》，夺下今年开片票房冠军。3D 特效电影《艾丽塔：战斗天使》，这具身体有我需要的力量，我跟它产生难以解释的连结。这可能就是原本的我。各大影城除了艾丽塔最热卖，第2名驯龙高手3，第3名则是爱满人间或国片大三元，而成龙的神探蒲松龄似乎不尽人意，大陆更惨烈，首日只卖6750万元人民币，约3.1亿台币，没有破亿。新喜剧之王，神经病！你要相信自己是最好的。周星驰执导的《新喜剧之王》首日在陆卖出2.7亿人民币，不如预期排第3。星爷及成龙2张王牌都踢到铁板，称霸的反而是黄渤及沈腾主演的《疯狂的外星人》。疯狂的外星人。这大半夜的一个酒蒙子报警说有外星人来了，这你们也出警？你是不是神经病？以少见的科幻喜剧风打动观众的心，首日热卖4.1亿元人民币，而韩寒执导，5月天阿信帮忙写主题曲的《飞驰人生》。飞驰人生，没错，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。首日则以3.2亿元人民币紧追在后。这部片同样有沈腾，大陆喜剧天王直接包办前2名，成为陆贺岁档最大赢家。